南美館今年1月份領導攏按照排地點，台灣復興方面除了展出台南水文甲地標建築的屏風，還有2種發光的電氣形象刺野伯爺，引起袂少人好奇。如今展覽結束，官方特別規劃採購活動，甲航海新方面的王令做伙出巡。年輕的族群，他們對於七爺八爺的認知上面呢，也銜接上我們新的視覺文化。那在採接的過程裡面，我們也跟信源咖啡林全全老師呢，他同時做了沿街的這樣子的一個走讀。刺野伯爺跟河水反射將軍由藝術家李友生團隊設計打造，新將內底到電火設備，只要光起來行，全身就會發光。中間也有離香火，台灣民俗結合當代技術，去年就前往日本展出，這回竟佇咧台南做展演。伊的形制，甲伊的曲線甲行路的台風甲南部這種野咧行的曲線較無相共。我感覺安尼有一個無共的，當控制無共的步伐嘛無一定講愛照古禮，毋過就是咱有保留古早的傳統，咱甲現代元素加落，會當互甲一個少年，來知影講咱的宗教嘛會當真多元化。廟方甲南美館透過合作，建立高背景整儀、意境藝術化的方式，互宗教文化行入少年世代。年底也閣將串聯古蹟甲藝文單位舉辦大型雙年展，互藝術加出美術館，親自城市的角落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